响应教育部的双语教学政策，临海高中和加拿大知名的私立中学布莱斯学院合作，推动双联学制，让学生唔免出国，利用寒暑假时间，透过线上课程，就会当取得加拿大高中文凭。未来不仅是一个数位时代，也是 AI 时代。我们讲借由这样的一个远距来突破空间还有时间上面的限制，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跟国外的学生一起来研究功课，一起来做朋友。在计划当中，双方将展开一系列的学术甲文化交流活动，包括教师课程强比、探究 SDGs 等国际教育议题，还有学生社团交流，提供多元的学习体验。我想这个对我们地方在培育未来的人才的部分，拓展学生视野的部分，都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。那区长在这里非常乐见其成。签约仪式嘛受到台南教育界的高度关注甲肯定。目前沿海高中有向美国、澳洲、加拿大、菲律宾等4间国际学校签署 MOU， 学校也有双语实验班，学生唔但有更加强的国际竞争力，嘛有更较侪的升学管道会当选择。台南新闻出会采访报道。